你嘅朋友圈子高唔高級呢？睇紫微斗數嘅兄弟宮就知道啦。兄弟宮除咗影響你同兄弟姊妹嘅關係之外，仲影響你嘅三觀、世界觀、人生觀、價值觀。兄弟宮好嘅，你接觸嘅人檔次高、見識廣，社交圈子好。兄弟宮差嘅一啲設井底之蛙，容易被困喺同一個層次，身邊圈子嚟嚟去去都係嗰班人。睇命盤就係為咗讓你順道而為。兄弟宮好嘅，主星廟旺，你就適合主動揾人合作，唔適合單打獨鬥。你嘅優勢就喺人脈嘅連結度，圈子越大你越強。所以兄弟宮好嘅人要學識帶團隊，好啲學識管理。兄弟宮唔好嘅，譬如話空宮或者各種空星，咁就要避免合夥。合夥就容易擦賬不清或者俾人拖累，適合靠自己，唔靠人哋。一人公司就最啱你。圈子就有限，需要靠自己嘅實力突破，適合靠自己嘅能力富起嚟，唔好指望人哋。所以兄弟宮差就會影響你嘅人脈圈子，從而影響到你嘅財富等級。師傅嘅兄弟宮就相當差，除咗同我嘅親生家姐感情麻麻地之外，確實都唔太中意同佢合作。而我而家嘅算命模式正係發揮緊我命盤最大嘅優勢。你嘅兄弟宮好唔好呢？適合去邊度發展呢？DM 我分析你嘅命盤。